老前人呢、上面那一部影片的画面，从左到右，王朔老前人，宝光组的，台南县的，以前台南县，现在台南市的南化宝光圣堂，南化宝光圣堂，你看老前人，王朔老前人。那中第二位就是从左到右来算第二位，施庆兴老前人。第三位就是安东道场的高宾凯，文武斌那个斌，凯旋门的凯，高宾凯老前人。那第四位那是吴伯雄呢，那个时候是内政部长吴伯雄嘛。